10关的时间，讲嘛。奖金会买钢琴，有娘妹哦，你老多还30万哦，你以为30万？开始前其實我咪唔會呢，唔會上台跳。結果呢，當你9日後，我樣結果哦，原來三個呢唔係講你想象中嘅咁難。啊，哦，唔會難嘛，只有懂難呢，對我嚟講懂難。老年到你去，老年窮下來，從前未有大家好啊，豐富啊！來，請大家好。係啊，也要來到你流行歌曲組波比爭霸賽，係啊。面炸六關的女人 Gabby。哎呦，恭喜啊，恭喜啊！天兩關無過關哈，評數總算突破咧。哎呦，上禮拜咁創嘅呢，吳彥華，表示也嘅呢唱歌嘅實力咯，進步千多，千多，千厲害。啊，比賽之前呢，介紹呢金牌的評審團啊，歡迎齊世斌先生、齊家偉先生、鍾飛先生、尤少奇先生。好了，來 CP 先生辛苦了哈，今天麻煩了啊。來介紹 TV 來自桃園市永金竹帶來兩體雄獅。來彈過啦。茫然海洋不见，秋秋自由脱了线。金色、雄色、三色有限，莫说再见一起别恋。思念你，一遍又一遍。愛你的心永不變，用體相思訴苦間，相依的心，何時能再現？大英东后堂，对呀对呀。兩位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唔係客家人嗎？唔係，我係河洛人。河洛人哦。啊，我講我糖嘛。糖一半。一般哦。哎呦，哦你一般都厲害了呀。一般都厲害哦。起碼個演員做的糖都一般。因為我有去上課學。哦。去上課學客家話呀，學客家歌。客家話。對。歌謠班啊，順沙學客，還有學客家歌，安尼係嘛？
这样的意思。哦，也很也欣赏迄客家人，嘿啊，另外一班的客家嘿人啊，也另外一班的客家人嘛。然后一般的客家人嘛，你的先生，你的老公是客家人吗？唔嘿，唔系哦，全部都系好容易。嘿，错，哦，哎呦，超过，哎呦，超过，你们 N N 里哦，似懂非懂的，嘿，哦，错。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兴趣、想要学客家歌、热忱来学客家歌？哎，因为我觉得客家歌谣有一些真的很棒，很好听，真的很好听，这是真的。然后越听越有兴趣。尤其现在新的创作的东西也是很好听。对。然后学一学就出去比赛，哦，成绩都很好，对不对？还不错。因为你唱歌很好，你看低音好好听，好听，真的很有味道。哦，有那种就是那种传统那种群星会的那个时候的味道。我有那么老哦？我的意思是说，唱歌的稳定度，像以前的那种歌星的那种稳定气质。你没有那么老，我知道。看得出来啊，我们看就知道。罗哥对美女雷达很强。其实也不年轻了。你应该差个50出头而已吧？六要怎么讲？60。你有60？你有60了？63岁啊？其实应该说有运动。运动哦，对，难怪你身材有运动的话，身体代谢会比较好。那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比较多？每天早上上山跳排舞啊，排舞跳完就去爬山啊。为什么一定要上山？你住山上的社区哦？没有，我住桃园，我都去虎头山爬山。哦，爬到山上然后跟人家跳舞，还跳排舞。满身大汗呐，你就排毒啊！哇，难怪他唱歌又稳。你那么闲哦？退休了？我很忙，我超忙的，我要做很多事哎。他还要维持。那你还可以时间管理的这么好？我要煮3餐，我要上课，我要种菜啊，种菜。对啊，但是63岁还好啦，还年轻呐。对啊，我们现在都是100岁人生了。对啊，才大我5岁而已，还好。看起来你比较大哦。来唱看很动灵的师弟欣赏。好来，这个动灵哈，这也是跟我同年。哦，没有，我小你1岁。哦，小我1岁啊。是少女感满满。OK， 金珠姐，我们头一次见面。我刚刚从你几个就是动作上面，我觉得你的真性情马上就发生在你的动作上面，跟你的言语上。我觉得那个自己吃啊，那个感觉还蛮不错。对，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歌应该说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可以把这样非常经典的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可以唱得这么的标致，这么的美丽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歌手了，已经很久。我记得之前最早，应该我的印象中已经好几年前了，有一位李金云姐姐，是我最欣赏的，对，她也是我最怀念她炒的炒饭条、茶米、炒饭条。你今天带来这首歌，我觉得你挑歌非常有技巧，然后也非常懂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的声线其实他自己对自己都不了解，然后觉得有些歌曲可能觉得很好听，可是他没有唱，所以或者是说唱到让他自己觉得哪个地方他察觉不出来哪里好与不好。可是我觉得你在控制这首歌的时候，让我觉得第一个你的低音确实非常的美，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感情度，我觉得用得非常好，就是每一句的歌词你希望怎么表现，你都可以让我们看得到你想要诠释的故事，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好，那如果说我觉得应该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你应该很常在做一些表演的，有表演的机会，有对不对 ？OK， 那就是说，因为像这个类型的歌，其实你的中低音非常漂亮，那就是如何现在我觉得回去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再把你的高音的部分放得再轻松一点。我觉得像比如说这一句最高的地方可能像一个醒，有没有？这个时候，因为它有些地方还有这边的押韵的歌词都是线，很容易把你的舌头这个位置，这两角的位置，如果你不处理的话，这边会硬，就是会比较
刚烈一点，就是比较硬一点，你没有办法放松这边的肌肉，所以你在唱的时候要唱高音，你会唱不太上去。这样，所以你可能舌头放松，然后让你的下巴再放松，让它变成一个线吊上去。啊，对你把它吊上去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线，就会听到比较扁的声音。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你再注意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修正一下，因为这个声音太美了，所以我觉得我相信4位评审应该都很希望把你留下来，只是这有时候蛮残酷的，留下来就有一个人不要打下去，所以我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但是。我衷心希望你真的留下来，谢谢。好，谢谢老师。好 OK， 哎呦，真的难得啊，难得这个千年一遇啊，哈，对啊，真的很难得。来，看一下给个分数。看一下用金属给分数。好来。63.5分。很高哎，100了，第一次来这非常高分。哎，真的很棒，很棒。哎呦，我们杨家，谢谢，美女多又会唱歌。对啊，杨家出高人啦，哎啦，杨家恭喜啦，恭喜杨家哈，谢谢，先回头休息，杨子这哇，这个就有人开始会紧张了，都不知道是谁哈。嘿呀，来3下来，3位李秀仪带来遗珠。身体不爱嘅身體係用辦嘅嘢，錯念氣難好難困難係用辦嘅嘢，奇怪嘅世界不公平我我都不願消失，奇怪嘅世界不公平我我都不願消失。什麼嚟㗎？今天的歌咧，一條喺乜嘢嘅歌啊？伊個名叫做饒地華。啱啲有乜嘢？係啱有乜嘢？佢係朋友嗎？係啱是佢係啱12年已經從來印度。
旅行，然后佢係演出名吧？唔係哦，唔係哦嘅行業哦，用妹嘅客家語，唔過佢咧下大啲推動。哦，係哦。佢哋用咩辦一推動嗰邊？哦。為什麼選這首歌呢？是因為俺朋友請醫療，我去台東，然後俺自己推動火車上面一直在想說，哎呀什麼該夠呢？這樣一直聽，然後我就一直想說怎麼辦？一下車跟我朋友講的困擾，跟住講老地華的歌啊，我講，錯我記係114年的原創，前幾年呢？朱體苗，對，主要跳歌，主要跳歌，開始，哎呀，跳歌就覺得好像在那個冥想的狀態，蠻美的。那一次繞到幾係演出名呢？唔係哦，我講記起原創的時間，繞客家族群反而比較不熟，都跟原住民玩得比較熟。難怪他會搬去台東。對，非常好朋友啲嘅片台東好玩呐，非常特別的一個人，這樣。動神奇。那去台東就，而且你有碰到他嗎？有，而且我們一下火車，說老地華，他等下來接我們。哦，剛開始一送叉子講，那走去從業夠嗎？你用唔做唔得？佢講好啊。一直講，唱不好，你還是要跟我當朋友哦。一直講啊，放椅子好嘞。放就好了。對，所以台東風機非常多養分。條歌嘅 T 牌有演唱呢。對，小康老師真是非常感謝你。沒有麻煩我們小康老師了。哦，他要重新寫譜，好累。對啊，新歌就是要寫譜。好累，對不對？謝。你知道現在接了多少節目啊？不好意思。而且你都唱這種冷門歌。他為了寫這個歌，寫一次要花好長的時間。要不要半小時？你說？要大概2個小時，大概4個小時。4個小時。啊，2個小時在罵人。罵完才高興寫這樣。對，寫在罵。對啊，這以後也用不到，我寫這幹嘛？不會了，他唱完以後。盡量推廣這首歌啊。有唱，不好意思。好了，從這來，唐先生公平了。請這位先生來公平一下。哎呦，老師們還在討論。好，其實你看那首歌嘅時間，因為我主持演唱有差唔多5年6年。哦。有啲話佢喺112年時間呢首歌佢得到數獎。不過佢啲112年之前佢就來比賽過，佢當特別咧係佢前面係原住民嘅什麼嘢，佢合作那首歌曲，古時候人家羅大哥講嘅當初嘅，迄原住民冇沒有佢喺帶到台東，因為佢 partner 一隻什麼佢係原住民，古時候佢來比賽時間第一排比賽佢當場得到佳作，他就把原住民嘅元素融入裡面。呢一首歌曲其實得到數獎嘅時間，佢咩用原住民嘅元素加落去。古時候我唔知社會啲寫呢首歌曲嘅時間，有正義堂嘅比賽，一個原創發行經驗撰寫嘅時間，有去彈呢首歌曲冇？一定有嘛？好，我先講，呢2個禮拜要挑戰自己嘅心，我係本人100分嘅，因為初頭會初研究嘅，你咩是初個嘅王位報位。我哋嗰種心情啊、心態，我哋一知道有進步嘅講，我做挑戰，我就不管我創嘅好也唔好，我愛尋我自己哪一隻上線，也尋我哪一隻李小儀，你喺我本嘢肯定。不過第二獻歌嘅時間，我知道你做功課有動作冇，我就要打一個問號。還有第2個問號是，譬如講上個禮拜，你有真經創出你自己，也係講你只是 copy。像上個禮拜，你的身體律動，它抖的位，其實你就加分嘞，因為你唱歌實在是很靠身體。你有陣時你身體塌的，你就唱唔出來。唱基本嘢，我說以後啊有 stand， 我覺得蠻好的，我就期待了。可是你一開始呢，我覺得你意識到了那個氣音啊，我剛才問老師說，是我耳朵有問題嗎？我問專業的老師，就是因為可能吼，原住民什麼的唱那首歌曲，我們沒有那個寬度喉嚨的那個構造，故時候聽起來是有壓力，而且沒有到，你這個發音的位置在這裡，不是這裡，不管是這裡或這裡，你都沒有到，就差一點點，然後我們聽起來就是，你知道我們腳趾是這樣嗎？哇，到底什麼時候要到啊？沒有到，就是替他緊張，然後到了，但中間你那個控制的音量是很好的，我這裡還有你很厲害的技巧，可是怎麼樣讓氣能夠足呢？你又不夠，你每次都有這個問題，到最後一句就放掉了，你就沒有氣了。然後
到后面，廖树高 Q 其实他很吃的是什么？速度感。廖树高 Q 我都把它比喻成，他很像许哲佩唱的《气球》跟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他要这样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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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然后同样的东西，你要短的记的第譬如讲，你黑一出飞航给你按斗机，我没有看到哎，我知道你在太空中，可是我觉得你没有接到太空船，你就一直飞哎，然后我不知道你要飞去哪里。好，第一个，第二个，按斗机空用机哎，你可以做到啊，每一个有气音的，有扎实的，有飘渺的，你把你黑一出飞航给你拆开来的都可以，但是你都没有做到。我就觉得就懂大宋，然后我每次都觉得你在唱歌的时候，我要讲很重的话，就是我都觉得你少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会请他，我有问老师，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少了什么？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个是你的功课哦。你除了被按丢，你要想一下，你是要不慢？我觉得撞墙期都会有。那你练习够不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现在要找到你自己，你不能像这首歌一样一直飞，然后我们也抓不到你，你也抓不到你自己。那这首歌很好，我非常肯定你挑战的心，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练习不够，然后你拆解不够，好不好？但是我还是给你不错的分数，是因为来知道你有挑战，你还够可以懂事，有一半的分数我是给小康老师的。小康老师，小康老师，写谱2小时有值得。因为周了给我等这个拢无简单啦，然后你们要能够在这个短时间内利用。高数老猫吹按你夹强哈，其实无简单。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没讲来行出来。后面同学也是一样，不是说我出来挑战，我就是挑战，挑战要挑战对啊。如果你挑战不对的话，我宁可你就是好好的坐在你的位置，把它做到极致100分，好吗？来，行吗？好，我想要补充一下哦，其实不单是主唱哦，像我在唱和声的时候，我常常是因为我要唱出这个词的这个意思，所以我用我的声音唱出这个意思的时候，我脸上会有表情。可是我常常会觉得你是表情跑在你要唱歌的前面，你知道吗？你是演的表情比那个多，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要以唱歌为主，然后自然带出那个表情。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自然，而不是你自己觉得你飞，可是你的声音却没有到那边。我觉得你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想想看，怎么样？对我每一次听常常都有这样的感觉，但偶尔你会突然间突破，但后来又回来了，可以再想想看。好，安子 C， 啊，来，先看几个分数了。哦，看一下李修一个分数。我刚刚你在唱的时候，我跟吉娜都还在讲说，觉得没。其实同欣赏的功法还强用的，对，就是庄慧茹。而你吃豆就会，因为你关系做舞台剧演，你要演出个谱符会显出来。因为你做舞台剧，它内化成你的一种技术，第一还是实体的。我先建立那个环境。我做味，你还一笔古书还用古上讲故事的，我用蛮讲，嘿。让我再可能会凶一干脆把我留在这边。雪峰台金啊，拜拜。用清话，我见到更清楚啊。对，没有他之前有一阵子也是，他可以把很多歌全部唱都变给吉他咪头啊。唱这种表演型的歌，他就会做到清楚。不过唱那种沉浸式氛围那种歌诶，他就会有一种去搞个凶。对，就想象，然后就开始演了，你知道吗？他就先演。想要演成这样子啊，然后就忘了。他自己设定了一个角色在那里。对，那吃都很用。好来，好 ，OK， 然后想一下。对，好来杀来。杀来，陈忠发带有影响力。嘿，过去个雄风来起嘞。成功是派。
又是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哟。过去的雄风来稀嘞，过去的雄风来稀嘞。明光流的墙上彩，万世又是一条龙，英雄泪不可流，英雄泪不可流哟。药师好，药师好。也雄风喊出来了哈，喊出来，喊出来了哈。难怪阿坤亚太太是笑容，笑容特别好，我有信心，满面春风这种诶，有样诶，也一道是牺牲唔死，牺牲唔死，哪有笑好。你这是减下一轮哦，减一轮啊！哎呦，那69年次诶。哦，條香港看伊動香上啊，香港唔錯嘅歌誒，一唱哈傳統，係啊傳統一些，好上有老靈魂，佢嗰日唱係44左右啦，可以嚟下香上，係啊，什麼太假，什麼太假，來唱皮欣賞公平哈。總反以後，你真的有很漂亮的一個低音的共鳴。好，我觉得你的低音的共鸣真的很好，但是，你唱歌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低音的共鸣的那个厚度没办法带到高音去，所以你唱高音跟低音是两个事情，就你的共鸣没有办法连在一起，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是根本念要说歌曲，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音准。还有你的节奏啊，你的节奏、你的拍子哈，常常就是会抢在前面哦。那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听你唱歌就有这个印象，哎，怎么那么会抢拍？好，那这个礼拜 make 用用个问题，就是你的拍子真的是一直会抢在前面，所以你的耳朵一定要好好的去稳住你的节拍，就是你的那个稳定度、节奏的稳定度一定要更多的去加强它。耳朵要打开，听听看那个鼓的节奏。我记得上次有请仲仲老师打节奏，让大家跟嘛，这个就是一个好方法。你要去听，鼓的节奏是什么？好，吉他的节奏是什么？乐器的节奏是什么？把它稳稳的唱好。好，第二个就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点播你的音准、你的音准有比较需要加强一点。好，特别那个。一般般哟，那个地方般哟，你知道我在你的歌词上面写飞高高，飞高高，对你就是整个音准都飞上去。哦，你回去看重播，你仔细打开你的耳朵，你躺开你那天唱的这一句，你只要到高音的地方，你就会整个都散掉，你的声音就不稳定。哎，低音又回来了，但是一到高音就没有了。所以怎么样把那个过去的雄风来，还是在来起来，而不是过去的雄风来起来。听出来了吗？有哈。你唱歌就是这个感觉，不管是唱哈嘎歌还是 holo 歌，全部都共用，同一个问题。好，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根稳住，然后再往上涨，而不是低音是这里，高音是那里，没有中间，你没有拉住它，你的高音一定不稳。好，不管将来练什么歌，可能到高音都会有这个问题。要高音又拉长音的时候，就像一般般哦，越来越高。好，这样就比较可惜哦。那但是我觉得你将来可以在选歌上面，更多的再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去表现出你最好的那个低音的部分的歌曲，然后再去揣摩它，然后试着。把低音在表这样子，
你没有拉住，就很可惜。从基本功开始练，我相信你会更进步。好，加油！好，这位先生，好来，看下小螺丝风嘅分数嚟啊，看下陈总法嘅分数。哎呦，62分，什么先生？可能客家話係咪？他磨掌啊，磨練到，係有練到，係啊。唔過先生講嘅迄唱歌嘅音準還有譜嘅，也係不管衝馬嘅歌都會練習嘅，都要練習的。還啲。還有這也不用太刻意去。哦，一定要壓上去，太像螺絲風，不用，沒關係。我會害了你，真的。對，你本身音色就很好。你喉嚨可能會壓壞，這樣。有一些人就會覺得說，哦，我好像我要唱誰的歌，我就要董秋吉啊，我唱這個於天的歌，我就一定要這樣。抬腳。哦，我唱 Only 有的，我一定要就你其實不一定，因為他本來的音色，他們本來就這樣子，自然就好，自然就好，自然就好，沒他強慫啦。不然看你唱歌，我覺得哦，好緊張哦。對，好吧，快叫救護車，叫救護車。好了哈，什麼鐘法哈？其實以前一個推一哈，這邊錯哈。這邊讓我好。還有來殺下來。殺來羅家園帶來胡延華。哎呦，哇哦。把樹下開多年年嘅花。要第六關嘛？第六關，會挑戰第7關。10關的時間，你講嘛？獎金會買鋼琴，不娘妹哦。老多係30萬哦。你以為30萬？沒有啦，鋼琴現在也有很多很便宜的，建鋼琴就便宜。拿到獎金張來講啊，嘿。對啊。張來討論。好了，過關再說了。很可怕，对不对？主唱这个主唱作词作曲者又在那边。对啊，对啊。上集又刚唱过。哦。
好，黑毛宋医师又充五眼，表现都很好。关云，个避免炸冲哥，你不输他，不会输哦，你冲到以后，你冲得懂，有人爱表情，真的我想唔到，咱爱好上做屯也做过，一条歌冲到有感情。冲喺好上瘾的迷思，有感情啊。有的会可能喺年纪较太细嘅，记得会有一种关系，那边会转因来东冲。对。系啊，有其他迷信。有其他迷信。好上瘾。好糖，真的好糖。我假是讲唔会憋喺啲。给他狗因为控制得不差嘛。对啊。因为有一拜的比赛有冇憋赢。不要引诱啊！对啊，狗赢的时间憋起嘛，个拜。我也很怕触底反弹再弹回来，又弹回来，是不是？就这么来来回回，过去又回来，过去又回来，又完蛋，很紧张哎。不会啦，不会表现的不差。你现在越来越松了，很好，很棒，很棒。好，哎呀，同样你大椎骨没有差了呀？有啦。他之前，对。对他现在放的比较开了，对啊，而且还会触底反弹，而且他现在眼睛已经有神了。你之前那个眼神是那种很飘渺、空洞，不知道看哪里，然后空灵少女。还是之前爸爸都有来，所以不敢看爸爸。对他不会了。没有，现在就是整个都活。干够魔灵活灵，活灵活现的。我有在注意这个问题。有啊，那就很棒了。年轻人真的。刘师公平时时常讲，你有跌糖。都有在听。好来了哈。来，唱原作。面对现实了，好。通常哈，就各位吞时间哈，就会比赛机关以后啊，会选到爱歌曲啊哈。比如吴艳花、张宗英啊、平行线按类似按因为情歌路线哈，一般歌演员的音位哈，就是它比较传统，要用比较铿锵有力的，或者是比较哭腔的形式。就送到礼拜这个建伟唱的那一种男生的那种比较冷峻的那种感觉，他就突破了。今天我们嘉云也唱了一个这10年来比较少听到的版本，非常你有讲哈，就虽然有几个字的尾音，是让拍子不像原唱那么长。那基本上因为创作歌手在要听的就是你那个赋予他这个歌的新的生命跟灵魂。你今天有做到。那高频的部分，我觉得一直怕会破音因为你那个频率实际上拉很高，因为你有拉麦，你有拉麦，表示功力还不错。那个你有尝试这个拉麦，有把你自己的感情诠释进去哈。那我有几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要唱这种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你心里可能要多想几次哈。多讲几次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刚刚罗哥讲的很重要，就是你在诠释歌曲的时候，你人在不在？今天有在了8成上2集都在不到5成，因为刚好我都当评审那我知道。空洞的眼神底背你唱不出你想要感觉，根本有不上，还有2成在想你这个歌对不对然后又怕破音处理任何歌曲，你只要用你声音的特色，赋予它新的生命，我相信马该风格的歌曲对你来讲都不是太难。我觉得你很有潜力，但是只要跨越那一个鸿沟，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加油！好，谢谢局长。好，来我们4位了，很常看到，就是说，应该讲，哎呀，就咩当其他呀，就后生人做啲老人的客家歌，多多的表现，多多的来唱哈。哎呀，嘅地方啊，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其实我在看你唱歌，应该这样讲，你的声线都非常的棒，然后你的年龄也很符合你现在年龄唱法。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咬字的部分，我觉得你可能要用点功。什么意思呢？就像虽然行很猜通，可是呢，你该冲的时间了，你会把行该闭嘴音喊不需要闭嘴音混在一起，所以意思是讲，你可能歌词的部分喊他研究一下，因为各位样样都唱歌时间可能会让我们出戏的状态。好，因为闭嘴音跟不闭嘴音，它有时候会不一样的意思，像行就是新，可是行是新鲜的新，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能啲咬舌部分也好，讲人讲要怎么发音的部分，可能还是要清楚。你回去研究一下，现在目前有拼音系统，所以你把它研究一下，对你来讲，它会对你中国的部分呢，背后它反而是一定有最好的帮助。好，我们很期待你的进步 ，OK？
哦，是的，对，加个呢彩排时这个就点点汤。遇到一个合作的，有冇合作嘅茶同點湯，點湯，嘿，OK， 熬水部分注意了哈，还有上瘾，对啊，这部分可能我会，你那个分数会越加强，会越高。好，来，欢迎下羅家元嘅分數。好，來，哇，94分，跟他拿來咯。哎呀，又很受益共用啊，你們兩個形影不離呢。真的哈，什麼家元哦，恭喜，好嘞，賺啲浪潮，好嘞。沙羅喺邊邊走，袁建偉帶來法書下。哇哦，他越來越敢挑戰哦。树下，你是糖果梦。法树下，開多年年嘅花，因係行過去。該風風拍拍嘅花，就跌落你面前，跌落你肩膀，跌落你腳下。法樹下，你是糖果夢，法樹下有一個老師傅喲，做過嘅藍衫，做過嘅細妹就像嘅門前花，來來去去，唔知幾多散。法樹下，法樹下。平常時嘛，係嘛？你看，有那種沒有自信的時候，哈，他在唱這種慢歌的時候，他就會游來游去，就會晃來晃去。對啊。問羅哥講，你平常時唱歌敢會游來游去？結果唔會呢？其實我們唔會呢，我們會定點。尤其慢歌，除非是有律動的歌，你當然會動。因為你聽同會影響到人嘅聲音。對啊。有時時會團體嚟。哎呀，這種國文有可能。放來放去，就是他沒自信了嘛。對，你還沒唱的時候，你就可能就得講哎。條條歌係唔輸嘅，也冇輸嘅，有輸嗎？蠻常聽的一首。蠻加糖的。哦。加糖啊，但是冇加蔥，會甜的蔥嘛？會啊。沒會。哦。連我女兒都會唱。連你女兒都會唱。兩個都會唱嘅哦。哇。哦，安陽應該有練過動多擺咧。點咩唱經典的歌誒？當經典嘅，來痛啊！這禮拜堂都要做一條歌嘅時間啊，就哇！一條歌寫得氣氛動久。對，咩青難唱。謝宇威老師蠻厲害，在創作上面真的
嘿，不过你调个高音到大音，其实佢冲得很顺以后嘞。系嘛？哦，嘿。不过比说平常心真的。哦，对啊。尤其也后背，要体育馆嘛，体育馆，会挑战第7馆。10馆的时间，你讲嘛？奖金会买钢琴，不娘买哦。老多还30万嘿哦。你以为是30万？没有了，钢琴现在也有很多很便宜的，电钢琴就便宜。电钢琴没某1万便宜嘛，2手哎，还没收的啦哦。还没卖过。拿到奖金张磊讲啦，嘿。嘿啊。张磊讨论，嘿。好了，有过关再说了。先唱4B型张磊公平呀。Gary 其实亚基拜可能唱过哎，我觉得我很欣慰。好，我真的很开心你的改变，因为我看到因为本上唱歌很直白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反正歌就是照他的心情，爱怎么唱就怎么唱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歌本身，国味本身其实它有精神的，它有灵魂的。字是死，字是冷的，诗是冷的，不过心是软，心是小暖的。你要如何去感应它而已。我觉得这几次的改变，让我觉得你的直白的个性是我非常欣赏的，尤其这种声线。但是呢，现在带了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男性的柔情放在里面了，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哈，给比讲到亚给法术哈，我觉得你选歌也开始会有自己的去给他想法。亚给法术哈的部分呢，其实人家头前呢，前面的铺陈，我觉得铺得很好，很好。其实有本带到你上来讲的故事底部，不过呢，在这个低音的部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的地方哈，因为跌落你脚下，如何引下去？第一次没有引好，这个比较可惜。到第2次最后面那一次又还不错，那个是我蛮欣赏。那我们现在讲的黑懂王的部分了哈。有一点点小忘词，这是比较可惜的。不过呢，记得忘词，有时候忘词确实是很蛮伤的。真紧当上会一类国术的比赛一个时间，这个可是呢，我们会另外一种想法是，你如何把你的劣势，就是刚刚讲那句什么？那个嘉云讲的什么触底反弹，对你反正你都触底了，如何让它反弹？这个机会如何抓住？这个确实是考验着临场反应。好，所以它并不一定就是会被扣大分的关键，只是我们会看你怎么把它救回来。好，亚给部分呢，我知道你再重新思考一下，嘿，真紧读到安尼问题的时间，你用把我本去给它问下来。好，那我再一个小点跟你讲一下，就是嘉允刚刚讲到的很老师的部分，这个也会有一点点 name， 它不是 name，OK name， 对，它是会有闭嘴音的。我记得闭嘴跟不闭嘴，它会有不一样的出戏法，所以你可能还要注意到，歌词的部分用版念用版唱的时间，注意到咬字的部分，也会对你来讲是一种当后加分的地方，好，它会影响到你整个唱歌的情绪的。好，那我要讲的就是今天呢，真的表现的，应该说几次，这表现的非常好。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某一些可能有一些小失误，可能就打击到。记得这个才是你最重要的功课。OK， 哈，安子 C。好，欣赏安子 C。好，我来看分数咯，请小怡和尤嘉云听下来哈。我都不合的，我们听下看分数。哎呦，小罗时峰，敢不会？哎呦，中法92分不应答对。哇，表示我们现在这个每一个参赛者，这个歌唱实力都很棒哈。对，还100练啊。因为你客家歌可能練較少啦，好嘛？好 ，I will come back，OK，welcome。I will come back。哎呀，就看下來看分數咯，看一下袁建美嘅分數。那麼就帶愛到用一個行李箱，裡邊都裝全部滿滿的，不是恐怖片，這是什麼案件啊？怕虛擬，裡邊都裝滿滿的繪本，愛到就去故事旅行，愛之後咧係愛媽媽用到藝術家培養成計劃，這樣。就看下來看分數咯，看一下袁建美嘅分數。
是嘞，建伟，94分冇问题啦吼，强勇保留，应该体育馆好冇吼？像邓松卫面在保卫，袁建伟强勇的卫面入馆，恭喜！也来到安尼传统组的保卫争霸赛，目前的卫冕赛系3冠的梅珍子，恭喜梅珍子哈，3冠，恭喜哈！今日强强啦，因为比新的挑战朋友，之前一项是来过，有来过，哎，哈，等下来谈起冲到样板，系哦，不吵，来，先介绍完的评审欣赏啊，好，欢迎。李秋华先生、苍永兴先生、曾明珠先生、恰奇哥先生，先生好。好，来欣赏介绍的呢，好来，马上进行比赛了哦 ，TV 係來自新竹的寶山，陳少基帶來3個字。來，彈我啦。韩国我已那么爱就有一无风吹哟就个呀地就迷拖拖啊妹妹，哎呀好，厉害！哎，你之前哪球来过比赛啊？3年前，刚转新嘅賽制啫，挨咗耐，挨到看天攝，6天一攝。哎呦，有6個天一攝，6天一攝。傳統組嘅嗎？哎，對對對，第一看天一攝，啊來天6天一攝，挨老嘅江能之友啊，強啊來。江能基，他錄第1集嘛，就問國鐵，國鐵轉移做中國，哎，天道呀，哎，做唔對啊，唔會吧？唔係你下就話好咧，就話好，你下就話好咧，哎呦，你我來就加3個版咧，哦，哎啦，哎好保養慢嘅，唔慢咧，必須來撩好嘛，來教嘅啲，基本上國鐵繼續放係6天一攝，係嗰邊國鐵。哇，跟專業有中鋒嘛？專業行好吧？我已經好練習啦。好神，咩家下講一講出出啦。109年嘛嘅，因佢是學神個，因接到神個。嗱，家神學神平板上字。洛山歌含埋學到嘅精髓。哦。跟來跟主辦單位講，少奇哥，你先唱老山歌。我說可以先唱平板嗎？他說沒有呢，那2種先給人選完了，那種呀好啦，反正輪，反正輪人唱名那種好啦，來去唱啊。結果一唱啊，就只老師講。
唱真好，不过无名英雄气短。你记得我这句话？啊，英雄气短啊，对对对。无名，所以6年了，应该脸都不差啊。唱得以后了了。还好，他唱的真的是很有味道呢，真的。唱病还好啊，有汗有雨。冇，你真的唱到撞好，真的撞好。很评审，对，唐评审讲啊。小下先生有请。对，佢加嘅英雄气短，英雄气短，对这个要有信心嘛，係嘛？唱歌要你唔按太，哦，我唱你將有要壓力太腦筋中風嘅有呢。對啊，得失心強重啊。壓力唔按太嚇，不用強爽嚇。啊，你係歌詞傅山雄先生作嘅詞，你就潤腳嘅千接上彈到哦，你唱嚟也越好。啊，唔過可惜你就會聽呢啲。風水逐日每圖一圖，嗰是每圖一圖，樹蔭多少氣不足，都是得鹽。要氣不足。我影響幾大啊！你俾本人賺錢都非常嘅傑出。我注意，咁樣行就4-3按窗嚟講，你嗰個時間，你講腹式吸氣，腹式呼吸，你前面吸氣。啊，所以我憋气，慢慢的不用气，好，唔好，就你的气就不足，你老阿凤老只能學習，唱歌你昨天拿着面盆來嘛，幫到面盆水，頭拿尖啊落去，可能能夠憋氣嘅叫，你將人個游泳健將哈，也係講人到個去救人嘅人，佢哋到沉海地度嘅憋氣練憋氣嘅功夫，練哈。就按練了，你去比較就會較長。哦，你就會咁日本嘅一隻建議啦，嚇客家話唱家雙手要嘅好多人記得唱，你要被鼓勵啊。雖然佢講佢唱嚟講是唔係千張嚟講，但是佢有啲一個那個新一個對一個刺激上嘅加對後頭嘅乜講，講你加入下回還有機會再來。所以佢咪唱咧就加就講嘅，你個每套你就試得貴咯。你韓版你進步會更加多啦，加油！好，謝謝老師，真的懂厲害。好，來看一下分數啦。我看下陳小傑嘅分數。好嘞。批大來升高分。係啊，一棟分數留下來紀律動態哦。係啊，希望。係啊，容易，謝謝，容易，好，謝謝，好，好嘞，殺下來。殺來死散帶來六山歌。來彈我啦。
呀，唔得讲条条我都看有嚟动摇嗰种用诶，用诶。虽然讲冇嘛通做，唔过人系表情，就会冲起嘅种感觉。但做嘛，你听到个麦克风还傻的。因为我很紧张啊。紧张啊！紧张啊！不会紧张啊！什么？你倒是按多拜哪么紧张？啊，你又这个说大舞台，你从细到态度有啲表演嘅，同人家妈妈。很不会紧张啊，很不会吼，保持适当嘅紧张系好嘅。哦，按用张波有肾上腺素。哦，对对，但是没不是紧张都傻的呢，你好像麦克风会掉一样，哎呀，好像没有抓着它。他会跑掉哈，会，不会哈，对，这运动冲人妈妈哎，真嘅，讲法讲讲没有冲呢，对啊，反正姐姐比较不像哦，她冇像，老妹，你迄姐姐，是迄阿姊，是姐姐，哎，那会老妹，什么乱记？老妹要较高哟，啊，嘿嘿，给老妹较高，哎，冲人妈妈，你没冲人妈妈，你伤了他冲人妈妈，所以你也是到处都有表演嘛，对吗？你还去花莲表演没？前几年我去花莲哦。然后我有上，啲花莲有上到一件细细嘅事情，就是我媽媽，我拖小號應該係1年前，係1年前嘅事情，我媽媽就帶我到用一個行李箱，裡邊都裝全部滿滿的，不是，那是恐怖片，這是什麼案件啊？好虛擬，裡邊都裝滿滿的繪本，我哋就去故事旅行，就去花蓮啊，去梨山啊，去講故事。就是三沙，還有別個小朋友啦。哦，像一個營隊這樣子。係嘛？阿媽媽講故事，我哋講故事，哦，你講故事，可能係講媽媽唱歌。講本嘅片嘅小朋友，就係老人家。所以從細就身經百戰的呀，對嘛？佢媽媽以前係有意識而突起亮啥，佢喺做表演啊、講故事啊、去巡迴啊樣。我知道，這好像是你們的天職哈。唔啲呢，我知道咧係我媽媽有樣向到人家啲做嘅事情。藝術家培養成計劃，這樣。對啊。請堅持，係嘛？哦。好來，從頭來唱，高中欣賞公平哈。好來。今日依山創下嘅西安嘅山歌吼，頭一句嘅詞文中嘅中，一個米嘅甜米哦，看來母親好。第二句裡面頭髮嘅隻頭是你翻到一模嘅大字。哎呀。噴麥。哦，噴麥。噴麥。哦。頭髮已翹小春上煙鳳嗰隻煙是係上煙鳳，煙哦音煙啊，哦好，哦，嗰個最美嘅頭髮已翹小春風，嗰隻春是嘅鹽甜來親好，加油啦！好。我噴麥可能是你這樣抓着。是嗎？對啊，就是 KTV 唱習慣了。對，要不然你不要抓那麼近啊。也不用嘅方式啦，沒有差。像按用書啊，按用書，麥克風擺那一片樹蔭都有差。誒，噴麥好。好嚟，我唱到檔後嚟看一下幾個分數啊，嚟啊。13個分數。好嚟哦。就是3.5分，雙禮拜叫佢試啲嘛，係啊，退步啊，2.5分，噴麥就 Q 睇2.5分，要 Q 要就試要錯唔錯，好嘛？好啊，哦，多多注意哈，好吧，加油加油，繼續加油，加油，再3、2、3，子色，好嚟，殺下嚟，殺咗5首向帶來平板，彈過啦。天師명令，要慢人影響到你嘛？
上到跳牌故事吗？系嘛？佢哋下冇上到嘅跳牌事情啊，佢哋下懂懊恼。为什么？对我到底刚刚说？上台要随时要保持嗰種有冇？我度好，咩做唔得跳緊張，咩做唔得放空啊？有點放空。哦。唱得好，伊有味道，嘿，也果子也大家接糖的，哎呀，糖的果子，哎呀，你平常是会啉酒吗？唔會，唔會啉酒啊？哎呀，啊，同朋友傾下過年大都市啊，就會啉酒的冇？飲茶一時時，飲茶，酒一時啦，唔會講啊，親愛啉，唔會。哦，親戚朋友傾下時就會啉一時咧，一時咧。唔想啦，唔想講嗰位啉酒啦，唔係。哦，佢冇啉酒，講咁多酒多嘛？係啊，因為嘢嘅酒乾咧吼，佢醬，哦，可以收藏起來。用那個酒廚底部度看到醬啊，哦，但是哦，按多咧，清多呢，現在有個度啊，哦，你還匍匐，人家全部，佢全部漏酒咧，係啊，漏酒也這個釀的酒，那不是自己釀的，這全部收集的，係收集的。哦，全部用酒多年咧？有個多年的哦，有個20-30年的。哇，20-30年。也個有我當到個收老酒呀。係啊係啊，也唔買部羅哥。係啊，已經要收老酒。哎呀，有什麼？唔辦得啦，唔辦得去買。唔辦得哦。唔買。你要收藏咯，收藏起來，做乜要買咯？唔買不用等的，做乜咯？個酒本來就啉咩啊？吃到醬嘅乾嘅醬啊！我唔買睇埋先呢。你睇人冇啉酒啊，嗰時候唔是講講啊，要本嘅啉起啦。哦，唔買本嚟啊。係啊，我啉睇以後我裝水落去啊。按住不用的，不用講。嗰度總水加條魚。嗰度一啉酒，安尼會偏落開哦，啉起來，用在呢邊的開，啊，落開撈到汗水啊，唔掂啊，錯啊。哦，個酒我啉啦，個不用的呢，叫我 fight。20-30年呢，係啊，個酒是有動到咧。叫我 fight。係啊，好。從。嚇，我買冇。唔買，唔會買唔買，怪唔到哦，總體嚟向民族欣賞嚟公平嚇。好，小鄉子嗬，酒係模式啦，表演就會加酒。哦，兩個老公嘅講嘅名言啊，佢從頭講，個酒
拿到人送的，然后买的，一天20块去。哦，系啊，哦，佮迄表呢就会加酒啦。做花瓶用啊，你哦，用的。今年创的啊吼，年纪上无乜嘅问题啦。可能我知道你可能個生吼有小可吼會按生按樣嘢啦吼，可能想唔個辦法來克服按樣嘢嘅難關。冇特別時間多咧，你是會按卡按啦吼，會有個咽嗓音啦。咽嗓音。歌詞方面呢，山歌唱山歌沒山歌啦。小可嚟注意做人方面冇歪貼，當重要。你白話文嘛，你啱啱山歌唱來鬧連連，你要隨口出嚟啊，本人一堂是堂嘅先唱乜嘅東西啊嗱，好，繼續加油。好，謝謝大家啊，嚟看本書。好，看一下吳小陽嘅本書。恭喜啊！哎呦，留下來啦哈，好，來哈，坐來哈，好，沙來是蠻期待來評判，來，等我啦。春有浪那水，头强有命呐，因一流浪那水，因一流强。祝新年好，你好，老實白啦，係咪？老實嚟，係啊，係幾種感覺係啊，係咪？哦，做嘛幫呀酒咯嘛，也發，也咩唔係客家話見呢？我小老師人係冇，小老師嘛，小老師嘛啥？小老師張玉珍。哦，有成績啊！有成績哈，你小老師啊，叫咩？哦，難怪看佢同佢長生金嘅咩？係啊，咩厲害啊！佢唱過咩當學堂？先照顧哦，先照顧啊！所以唔唱過同幾好係啊？見咩要啦？哦，見咩要教係啊？哦，有成績你啊要教課？要教課啊？哦，咩要啊？係啊，教一到3年啦，教。教幾年啊？哦，coach呢？哦10年嘅教練。哇，1對1教學，哎呀，教學就係。哎呦。所以也幾頓棒嘅，就係。就像嘢太久用啊。係啦。所以咩去就操練啊？係好看啊，好看。係，佢一般做就帶當模嘅，咩就操練，好看。冇條男模都帶模啦。帶模已經有操練啦。冇啊，你做得團嘢幫到條哪當啊？
你像个，那就变 GD 啊，GD 就这样的呀，哎呀，戴一只棒球帽啊，对啊，有装饰有长啊，哎呀，有超，大班啊，松舞腿嘛，对呀，你感觉冇通用。好啦，冇就来抢欣赏来公平哦，好嘛，来抢几个欣赏公平一下。好嘞，阮几个哈，真是唱歌当老师，真是老师的歌啊哈，最主要是样呢，因为你平板的强韵相当多，吼。一般人如果把个高韵、大韵、反强、真强样板，今辈阮几个唱的就一般的声脉强啊，声脉强，吼。个本身的音质比无高嘛，无高的话唱的就自然就一般平的啦，吼。当然啦，對樂師也就嚇個作業也就也有做到啦，有樂師也有樂章，就講唱起來又較平啲啦，嚇不妨做得喺把去練，寫來強嘅平板，可能唱起來我較有我較兩年，嚇唔可以講就唱過於平樣嘅，嚇總算以來佢俾唱嘅也係算平平順順啦，嚇繼續加油嚇！謝謝，順啦嚇，順應該就順利利。什麼佢可能有些聽唔大啊？係啦，嘅語面還冇聽哦，可能就什麼搞唔可能就會，從難韻是會嚇所以聽一下加幾個欣賞嘅啲版本，係啊 ，YouTube 當多啊，係啊，堂啊可能。佢9年我要談到4代創辦，係啊，好，來，看一下分數來。看一下沈凡琪嘅分數。61分，孫永志評分。係啊，還有英國 UKV 全部留下來。哦，恭喜，係啊，冇俾人打退啦。冇俾人打退啦。下禮拜係咪過嚟失敗？係啊，下禮拜好耐哦。係啊。我通難去哦。係啊。先難去哦。冇俾人打退是冇問題啦。冇問題。俾人打退專業冇得實現安做。我還有中。下禮拜就過嚟教就好咧啦，係嘛？哦，什麼班級嚟講啊？先生，你可以坐一下嚇。好啦，沙來黃梅鎮帶來羅山歌。嚟，彈㗎啦。天似명리 목춘장
美人计啊。嘛个死劲啊！你想到乜嘢？因乜嘢影響到你嘛？你想到跳白故事嗎？係嘛？回想以前啊想到跳白樣班，跳白有乜嘅夢想冇？跳白有啊。乜夢想？夢想都想講做個空中小姐。空服員哦，真的啊！你身高做得啦？做唔得啦。做得啦。身高有冇做唔得？做得吧？你有160吧？冇160。啊，這種是有身高嘅限制嗎？應該有吧，起碼要160吧。哦，摸一考啊？你就想聽你摸一考？我給他很細時間想的啦。但是你顏值不錯啊。黑暗上到講。對啊，所以你英文係好嘅嗎？冇。冇。誒，做空服員英國英文都好。對，所以你想要做空服員的原因係乜嘅？沒想講可以去環遊世界啊！如果存錢，存幾多錢？想講存幾多錢啦？環遊世界冇啦。存錢。對啊，就是輕鐵啦。空服員的薪水比較高啦，又可以環遊世界。但是有的那個面試官有嘛？你就說啊，你為什麼想要當空姐？我想要環遊世界，回去。我用蠻講下好，我用蠻講下好。嚇？那只有2間公司本來，對，會有很大的什麼憧憬。講課堂嘅發言有買心眼啊，輕希望做的你2間公司。對，就會啊，是想到跳白。佢哋冇想到嘅跳白事情啊，佢哋動懊惱。為什麼？對我到底剛剛說上台要隨時要保持嗰種有冇？我度好，咩做唔得跳緊張，咩做唔得。放空啊，有點放空。哦，太放空，有點放空啊。避安都關呢，很放空。太怕啦。有陣時表演衝過就會家度端有問題啊。你衝起來嗰啲表演是就上次沒會，一瞬間就條衝到哪裡？你不要說，我到現在我前面都還有大字報。那唱唔易啊！我每天在唱的歌，我都要放大字報。係啊，你唔做嘛？頭先你會放空啊？放空。有陣時會晃神一下，你太自家都會啦。唔過必須就冇辦法啦。哦。對。從所來搶求下欣賞公平一下。好來。欣賞好。緊張、壓力太啊，所以講放空、不用講，那東西同你係你叫佢缺點。不然你分數能夠當過誒，因為歸屬過嘅講老實話，你選角唱得非常好，哦，啊啲啊女先生佢哋歌詞也挺好，寫得非常挺好，就是因為按樣嘅，所以你分數高，我就評審先生可能特啥都扣地位，啊能夠過關冇吼，唔啲，哎呦，啊忙啲。因為你其他都唱得挺好嘛，但是唔該這種就是不如一講風茶高國，唔講唱得愛啲，那種就是扣了分，就扣了分，啊就扣了分，冇你個講你叫乜嘢係表現非常好，哦，所以看你要過關冇，你合併就要認真，哈，你唱歌啊就講，其實你歌詞配出來嘛，你冇配講按到其他嘅，我配當到歌詞冇只要。我就今日我必須歌詞，我是記在心中，嚇配熟，按樣嘅，你都怕練熟嚟，冇講我個以後我心動睇我練當到歌詞冇少，你是講我度必須歌詞我來嗰個練熟嚟，一就比較下重要。唔唱講唔唱唔講，唔講講我咩事呢？我起咪個表演我咩就按嘅呢？已經做去，不明白。但是表演的是，其實你打過去就好了呀。台下你咩彈幕，你就彈到選腳好，你台風就好，唔該個發腳咩一啲嘅故障，一樣嘢，嗬。所以你今日咧可能會扣一點嘅分數啦，要過關冇，就唔對哦。好，來看一下。我先唱1、3，來到看下分數。有機會坐上去的呢。93.5就有機會坐上去了呢，但不知道哦，搞不好他本來是96啊，冇一聽哦，扣個0.5，冇一聽平分啊，對不對？咩先能講？可能啊，好來。用就來看分數咯，看下黃梅鎮嘅分數。
多大来办。开始前其实我们唔会呢，我上台叫，哎，你会讲啊叫，哎，重要阿公说啊，叫你去关系搞唱歌诶，结果我出单枪会唱。流行歌诶，后面呢开始从那里主持，上歌赛，我一班，哎，结果呢，他们旧时候我们觉得哦，原来上歌呢，唔係講人想象中嘅按難唔會難問啊，超懂難嘅，對我哋講懂難。那用就來看分數咯，看下黃梅靜嘅分數。好。先生。有新衣服，至少有留下來呢，真是，係嘛哈？有留下來有幾分啦，嘿。扣動多分。扣動多分啊！哎呀，恭喜11-3，今日衛冕第一關哦！恭喜向弟兄衛冕在後邊，恭喜11-3衛冕第一關。老年音樂會，哎，今日呢節目當中啊，有請到一位啊呢客家嘅貢獻哦，係啊10年嘅一位太師級嘅先生，嚟到呢節目唱歌俾大家聽。哎，身份非常嘅多元哦，歌謠班先生，廣播天台嘅主持人，告別式司儀嘅經驗哦，係你甜心教主，對 Cindy Baby 黃心凌嘅阿 Q， 哎呦，佢會帶來嘅清醒嘅創作。清醒的創作，新歌呢，新歌嘅呢，哇！我請你鬧嘢發表對，先嚟談後談嘅歌曲，大家好好嚟訪問佢。好，歡迎一位池仲優先生。輕輕吹過來，就像蔓延的黑愛，傷傷記記，帶上思念，唔好傷心，莫過叫。停止給世界，一切就歸於平靜。上天讓你徒在身邊，唔好少你莫留戀。從生你就老愛。徒在身邊，感受你嘅笑容，記心田，日今功德圓滿，愛會祝福你順心好行。輕輕吹過來，就像蔓延的黑愛，傷傷記記，帶上思念，唔好傷心，莫過叫。停止給世界，一切就歸於平靜。上天讓你徒在身邊，唔好少你
台以後，對我愛心無變，家庭事業都變美，如今懂得圓滿，愛會祝福你順心好行。功德圓滿，放下掛礙，順心好行。其中有情商好。真啊，你好，你好。哎呀，好久冇見咯，好久冇見。對啊，對啊，對啊。難得有機會，對啊，搶來到20年吼，睇比如跳下條新歌有發表吼。那首歌曲其實係去年啦，新竹縣嘅新曲獎比賽冇得到頭3名，但係用一位得到現場嘅最佳人氣獎。哦，真的哦。這條歌特別為小康老師寫，係嘛？沒，我說問小康老師嗎？沒，沒有，是哈，還沒，還沒。我希望我們都用不到這首歌。總有一年啦，唔過唔係倆下啦。沒有啦，好容易叫啦哈。因為也是一個身份係嘛，它聽起來有點像在送別嗰種感覺。有，因為嚟做11年的時間哦，因為啲歌片市場哦，談到嘅全部係華語歌曲、韓國歌曲，唱你講撞下怕會讀到一兩倍嘅，會唱嘅母親啊、娘親兔子啊，但係呢，真係講非常。漢地會談到有客家嘅，大部分嘅也有談到，比如羅河聲，你們彈嘅還有往生的祝福，還有這個阿媽，還有阿爸嘅滂沱沙啦，客家歌嘅客家親小調行歌啦，如果客家會談到余老師嘅法書下啦，羅書嘅羅文宇老師嘅出入境嘅叫做韓歌，還有韓歌。目前為止19年來就談到2-3首歌聽聽，有啲祝福嘅心情。嗰兩條歌其實係你自己創作嘅嘛？係我自己創作嘅，主要就講希望講呢首歌曲呢，所有嘅裝備，不管寫嚟寫去全部爸爸媽媽一個阿公阿婆全部用得嚟歌，所以我嘅歌詞寫到非常嘅綜合，唔係針對講。萬年2年，講得圓滿，風行離開。希望大家冇人叫用到啦，哈，冇人叫用到，係啊，反正先談到來，哈，也客家有一條歌曲，嗰個是反而要用到。其實長年冇數半天，冇數半天，就一天開放本體解咗。對，所以現場咧，比方咧發出談到2個版本嘅時候，錯，係2個版本，2個版本。新商工做了告別式是有11年的時間嘅，有11年。公司退休嘅時間啊，就開始去考禮儀師證。禮儀師，對，考禮儀師證，係對。就特別應該那個家屬打理啊，致謝，上香、獻果，就會順風嘅事宜嘛。唔係講按錢嘅，2年後就求全部做嘛，做文獻，莊嚴，然後呢，目前來講我讀100點，就講希望講用當。外上嘅心情去做嘅，還是人所聽聽。其他呢，其實冇按計就按外上下，叫就按到細咧唔好啦。大部分會要求咁樣，文獻嘅方式。外上同冇外上，乜樣去表現？好。比如講也用上跳，比如講小康老師係幫到嘅當。好啦，即係講有重比誒，可能係他哀傷嘅氣氛了掉，氣氛，用上跳去跳，上跳一帶啊，有冇？滿園吹布撲吹響，想起慈愛愛嘅娘。有件外上嚟講，滿園吹布撲吹響。想起慈愛愛嘅娘，用上跳去調整。有些嗰種聲音，嗰種聲線。係錯，就是你冇咁樣呵。就外腔，我哋講到外腔。外腔。愛腔，係外腔，係。
講法。難怪唱歌咩咁厲害，希望講法就有嗰種情感。對對對，唱歌同樣啦，就是係樣嘢。先生做了司儀按多年間有讀到較特別嘅狀況。講真咧，人家看透人性咧，嗬。係啊，麥嘅種人要看過嚟，麥嘅種人正見哦，呢個網寫人嚇，不管呢陪超路論，包含嚟按2、3、4人全部做過，全部做過嚟，甚至有嚟讀到嚇，計試係好多人嚟結果，有發現嘛，結果一看，用一兩相比嘅人完全冇空樣咯，完全冇空，結果人哋冇拿到。因為佢根本就冇法做化妝嘛，就買隻嘅面套嘅喎，面具拿不落去，轉去。所以而家本身我看到睇睇就錯嘅。哦呀，我塗嘅好嘅，佢做專門嘅站容儀容啊，一擺就會啊講，等下我站容儀容喎，哥，佢講哦，等下嚇，到時候我本人參觀冇講，站容唔係參觀，如果講家己講我本人參觀，可唔可以講？咁明明就瞻仰啊，結果不是參觀，如果時間感受嘅喎。所以瞻仰儀容嘅時間，你要帶得去。沒有帶哦。做一條路已經看見。係福報啊。一啲動態嘅福報。以後嘅子孫也就一定要得到動報嘅。希望係樣嘢係。對啊。希望有福報係。再帶到一條過去好冇？昨天。係啊，帶來一首呢傳統嘅三太跳平板嘿，有首歌曲係主題係按照米食就按客家版啦，客家版特別寫，米食，唔知啊甜嘅事嗎？係因為我哋今年係第3年，按照辦時節係。任政府有人聽嘅，嗰時候我哋會寫主題歌出來。哎呦，很厲害哦！哇，來，那彈一下一條，好來，下米食了哦。
仲要欣賞喺傳統歌嘅咩好聽嘅，希望難怪欣賞啊。因為一開始就其實係咩唔會呢，唔會上台調，係準備嗰樣時去85年就去瑞典呢位去所謂嘅按照美國巡迴表演，上台之後呢，嗰呢位講話叫仲有我講咗話叫你去關係搞唱歌嘅，結果我係出單槍去唱流行歌嘅，係樣嘅神哦。後面呢，準備加入到就新竹縣嘅音樂發展學會學士嘅學，開始從起主持成個賽嗰一班，結果呢，聽你叫時候我樣啲講哦。原來成個呢，唔係講想象中嘅咁難啊！唔會難嘛，只有懂難咧。對我嚟講懂難。咁你可能怕忙去體會到，其實成個嗬係隨時轉轉天天。然後呢就講轉唔過來啊！唔會啦，彈叫自然就會。你唱歌係有嗰種腔啊，嗰種填韻啊，以詞嘅條東西。頭尾尾知道講，有用太假唱平板冇功用咯，結果。係隨時轉轉啊！我哋隨你人嘅心情啊，一個人嘅後練，兼啲嘅唱腔，係好係快，係調整。對，有時候作那個作詩冇作橋，有樣。但是安尼有時候做嘅個思路都咬唔盡嚟。哦，咁一般嚟講嘅做戲嘅人啊，就話做太演員，佢喺隨口答嘅嗬，就比較下冇按正統嘅去咬死。咩有可能你冇按鬆，冇只衝。沒有關係，所以啊厲害，所以你干原來從這種事開始，這種事啊，國有版開始，開始搞，係啊，就開始搞多少？最近有關係搞嗎？還有啲關係單槍關係去7版天，哦，一開就開7版哦，天啊！咩啊？因為從嘅個青島嘅先生就話，佢早晨搞，下晝搞，暗部都搞，梗係冇啊！唔嗰兩時係喺上班啦，但暗部愛出去，暗部都係但是7版天。你下係有啲搞吧？嗰樣。你下冇，你下就捱到因為古天嘅古天講當年我去做一隻巡迴嘅表演，巡迴外國嘛？喺乜嘅當地嘅表演？目前為止喺到台灣，譬如我講桃竹苗，像頭份啊，主要13年時，我就去萬萬，屏東10月23，10月23，喺乜嘅團體去到嘅表演？我就按照聽見客家情。聽見客家情，唐建客家情，唐建客家情，呢啲歌謠團做咗。係啊，像例如話，例如記住嚟嘅，例如啊，唱記住嚟嘅台灣就我哋專門負責唱流行歌曲。唔過呢，竟然要得到3個字冠軍嘅，因為係唱嘅講義啊，因為冇咩見拿到，而家要先閃嚟。哦，然後聽一名咧，東山嘅，叫你搞到當好嘅。13年時去報名聽去美濃。叫早前就創作時呢，睇講個9年在，結果咧講唔好啊。那時候張長華也是我們的隊員，團員，佢就講，看棒球賽嘅經典賽啲嘛，叫結果呢，出下到美濃，出下出張關係，轉唔下就冇料咧。唯獨看嘅經典賽，棒球賽，叫今年拿到冠軍，咪世界冠軍啊！對，然後經典賽。最後面就冇去表演咗錯嘅。冇啦，但係然後就講當年嗬，就按照辦時節，剛好創一辦嘛，就講邊個新竹人一種特色嘅節氣哦。美食嘅推廣，今年第3年，然後呢今年10月。10月會去日本，日本，鳥取秋山高，交流，咩人嘅歌謠團？係，我哋會日本東京以前有一個重振會係嘛？咩有？唔過我哋未去㗎，我哋去鳥取縣，因為自己係要撞下嘅寫嘅副茶頭，同嘅女版其中女版有結盟，佢有結盟，嗰時候我哋去做隻交流，因為我聽見客家情呢年代嘅團隊嗬，講到69書店，因為全台灣咧就差唔多30件，佢係一隻公益偏鄉的一個偏鄉咧，係就專門呢有書寫部叫做全國，來自於全國大家錄件嘅 Q 書，就俾大家來看。二手書圖書館。對，你可以即刻帶本書去用幾本進來看。但係你要做就帶進去看。沒反駁啊，用。目前做得交流。就一種啲嘅呢茶站嘅單咪係嘛？
无都嘅按到嘅关系嘅按到，係關係。唔過而家全台灣有30件，哦30件哦，全部都偏向已經有3件，然後日本有2件，哎呦，還有呢尼泊爾有1件，尼泊爾沒有1件，他就是因為嘅背包客有冇，佢來到台灣佢發現，哎，我就按活動，按一個事情，嘿，按樣，嗰時候，從來台灣來講就偏。大部分很多人主要係偏鄉偏重嚇，古時講咧，嚇你超台灣差唔多有30件咧，連日本可能會一直增加當中，會增加，會繼續增加。咩做青島文化交流部分？超，哦，希望日本嗰邊表演都成功。係啊，帶人哋嘅客家文化去。係啊，今日啊，比如講多謝重要先生啦，吼，來介紹佢嘅。加個創作嘅新嘅歌曲，啊，要帶來美式嘅平板，荷塘嘅歌，再帶來一條歌嘅好冇？係啊，好，帶來一條呢，一般學生講嘅最好就係手跳開始學，藝術歌曲就咩特別係學手跳歌曲嘅體術歌曲，按照羅動跳，羅動跳，係羅動嘅片的嗎？應該唔係嗎？聽講係有啲關係，因為羅動嗰邊通常有宜蘭嗰邊，宜蘭嗰邊有客家人啊，有啊，有知道啊。咩啊？上跳冇空冇空冇空長江那就地咧，長江那就地咧哦，羅動跳嚟。心中